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DRM Lab 嘅原材料系列。今集咧，我帶大家認識一對孖生兄弟國沙丸同埋國沙希，講下佢哋嘅護膚品界裏邊點樣發光發亮，仲有佢哋背後嘅故事。首先，我哋要知道國沙希咧係天然存在我哋人體嘅皮脂同埋喺深海鯊魚肝油裏邊嘅。從分子結構上面嚟講咧，國沙希咧係含有好多雙鍵，係比較容易氧化。氧化後咧就會產生一種叫做國沙希過氧化物。呢一種嘢咧可能引起暗瘡啊、皮膚老化同埋影響皮膚屏障嘅功能。但係咧國沙丸咧就唔同啦，佢冇雙鍵，超穩定，搽上面之後咧係唔會變質，又安全又可以放心使用。難怪好多護膚品或者好多嘅品牌咧都係用國沙丸嘅。咁你話有時見到仲係有人用國沙希做原材料嘅喎，好多時咧係一個誤會嚟嘅啫。佢哋真係用嘅咧都係國沙丸，但只不過咧係由國沙希轉變過嚟。國沙丸咧其實就係經氫化處理過嘅國沙希，佢係將所有嘅雙鍵變成飽和結構，令佢穩定得多，唔會容易氧化，同埋唔會刺激皮膚。因為環保同埋道德嘅問題，現今大部分嘅護膚品品牌咧都改用植物或者生物科技來源嘅國沙丸，例如直接喺橄欖油裏邊提取國沙希，或者用甘蔗提取再發酵轉化，然後再萃取嘅國沙希，將提煉出嚟嘅國沙希，然後再氫化後就變成穩定嘅國沙丸啦。國沙丸咧係超強嘅保濕劑嚟嘅，因為結構咧同我哋皮膚天然嘅國沙希油脂咧係極之相似，所以咧係好容易吸收，唔局促，唔會塞毛孔，係適合各種膚質嘅。同時咧，如果天氣乾燥或者皮膚有問題咧，可以直接應用喺皮膚上邊。喺我自己設計配方嘅護膚品裏邊咧，我特別係用咗甘蔗發酵提煉嘅植物國沙丸，因為佢既溫和又保濕，啱晒敏感肌用添。其實咧，仲有一個輕型版叫做半國沙丸，佢分子係細啲嘅，更加清爽。咁喺下一集咧，我就會介紹呢個半國沙丸，同埋講下國沙丸喺護膚品上面嘅應用。假如你中意呢啲套片嘅，多謝你哋 like、share 同 subscribe，拜拜。